差唔多暑假啦，好多朋友不停 call 南哥啦，喂，究竟嚟越南7月份帶小朋友、太太一齊玩，去邊個城市好？咁越南咧重點旅遊咧，其實有4個城市，南哥都係非常之推介大家嘅。首先第一個胡志明市，胡志明市咧主要咧就係夜生活啦、飲飲食食啦、打波啦，同埋一啲商務活動。但係如果你話帶小朋友、老人家咧，相對咧你停留1、2日咧，你就要轉戰去其他城市，因為夏天比較悶熱啦，同埋第二個咧佢冇一個心曠神怡嘅感覺。你可以玩2日胡志明咧，就轉去以下呢3個城市，當然亦都係直飛嚇。首先第一個係南哥第一推介嘅峴港啦，呢度咧國家地理雜誌譽為人生必去嘅50個景點之一。咁大家去到呢度咧，海天一色，而且咧有東方夏威夷嘅感覺，物價親民，飲食咧係食到越南嘅中部美食，北部南部互相 remix 翻個口味咧，非常之啱我哋廣東人。第三個當然咧，亦都係我哋國內非常之出名嘅芽莊啦。芽莊咧喺國內咧好多城市都會有直飛，但係芽莊咧有一個唔好處，好實在同大家講，因為人實在太多，特別你暑假咧，你會好多旅遊團一圈一圈咁樣樣，所以大家咧盡量安排自由行，住翻咧喺機場附近嘅高級度假區，亦都可以安排翻呢一啲市區啊，甚至乎一啲海島嘅私人定製高級嘅度假村，咁樣嘅體驗咧，當然就有別於傳統嘅旅遊團。第4個城市當然最推介大家嘅，絕對亦都係富國島啦，親子遊絕對係 No.1 嘅選擇。但係啊，佢冇乜太多嘅文化氣息啊，咁啊去到咧所有嘅設施全部新起，一眼立落去影相，當然非常之靚。小朋友如果少於12歲去嗰度玩，非常開心。但係如果你小朋友比較大，想了解多啲文化氣息，同埋如果你想食好嘢嘅話咧，富國島可能未必係最啱你選擇。當然啦，如果你有需要設計成個行程嘅，無論你喺胡志明轉機 A、B、C、D 城市，或者有私人各方面嘅需求，只需要後台私信南哥，絕對咧幫大家安排到位嘅。